Hello，大家好，又到咗呢個星期四下晝啊，移民幫到你嘅時間啦。咁啊，真係首先咧，又喺呢度多謝大家啦。咁啊，星期五嗰日即係上個禮拜五啦，咁啊好多朋友嚟支持啦。我呢一個用正能量啊，同大家做一個正能量分享嘅，唔會太遲音樂會啦，Never Too Late 啦，咁啊都做得非常之叫做圓滿啦，好開心啦嚇。咁啊希望好快下個月又同大家再見面嘅嚇。咁啊今日嘅主題想講咩咧？咁啊就係呢一個關於英國移民政策咧嚴重收緊啊，真係嚇死人啊！5年永居變20年嘅，咁啊會唔會影響香港即係移咗民去英國嘅朋友咧嚇？咁啊冇，你唔好理佢會唔會先啦，咁都有定幾手準備冇壞啦嚇。咁啊今日就會講下意大利嘅嚇，咁啊我哋講咗呢一個英國嘅情況之後咧，就睇下意大利會唔會係一個好嘅 option 啦。我諗嚟緊都會盡量講多少少呢一啲咁樣嘅 option，因為始終咧香港都有好多朋友，我諗10幾20萬到啦嚇，咁啊係已經移民去呢一個英國啦。咁啊但係最近嗰個你見到佢各方面嘅收緊完再收緊啦，又加稅啦，咁啊失業率又飆升啊，各樣嘢咧都令到好多人可能喺嗰邊生活咧唔係好似個理想中咁順利啊嚇，咁啊所以就都希望呢度繼續支持佢哋啦。咁如果你本身就已經喺香港就諗住去嘅，咁究竟去唔去好咧？咁呢啲我諗都要可能揾專人傾下偈啦嚇。咁啊英國以外仲有咩選擇啊？呢啲其實真係要去係時候真係行出呢一步㗎啦嚇。咁啊，全球嘅政策都只會係越嚟越收緊嘅啫嚇。咁啊，講翻英國先，咁呢個10年本來咧就話5年變10年，咁而家變20年咧，其實就主要咧佢係講有幾樣嘢㗎。不過我哋撈埋一齊嚟講，就話5年變10年，10年變20年咁樣樣啦嚇。咁啊嗱，其實本來咧一個正常 generic 嘅移居或者由普通居民變成永居，佢係講緊5年嘅途徑，即係話咧，你係用學生簽證啦，或者工作簽證，或者投資移民簽證，乜嘢簽證都好，通常咧佢都係用一個5年嘅時段咧，你住滿咧就可以有資格去申請呢個永居。咁當然佢批唔批就有待你其他好多唔同嘅指標。譬如你英文係咪合格啦？咁英文已經講咗咧，而家個 level 係升咗㗎啦嚇。咁啊聽講係由可能小學程度去到中學程度啦。咁啊再加上咧，對於英國嘅文化啦、生活啊、歷史嗰啲佢都會考嘅。咁嗰啲當然都要讀少少書啦嚇。我估呢啲嘢你唔讀書咧，就基本上就都好難通過㗎啦。咁啊讀書溫習下咧，應該都唔係好難嘅。但係讀書呢樣嘢同你嘅年齡係絕對有關係啊！十幾廿歲嘅時候讀書同50、60歲嘅時候讀書咧，梗係有分別啦嚇。即係你頭腦有冇咁靈活啊，記性有冇咁好啊，確然咧都係有一個差距喺度㗎嚇。咁就不過咧。唔係就係英國啦，你去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啊、意大利咧，全部咧都要考語言嘅，同埋有一個咧，佢哋唔係真係叫做話考歷史啊、考文化，佢其實係考一個咧融入，或者你能唔能夠同當地嘅社會融入。咁當然呢樣嘢就包括你嘅語言啊、歷史啊、文化習俗啊各樣嘢啦嚇。你咩都唔識嘅，咁啊梗係融入唔到啦。你去到別人嘅地方，咁啊梗係要了解別人嘅風土人情啊、生活習慣啊、語言啊各方面啦，係咪？好啦，咁啊講翻佢其實咧5年變10年咧，就係話所有呢啲 generic 嘅簽證，當你住滿5年之後咧，都可以申請永居嘅。本來咁而家咧就話有機會咧就係轉做10年啦。OK，咁呢個係 generic 嘅，即係大部分嘅移民嘅簽證。sorry 唔係移民，喺英國生活嘅簽證就包括頭先講咗嗰幾種啦嚇。咁啊，如果你係 BNO Visa 咧，就唔列入呢個 generic 嘅入邊㗎嚇。咁所以咧，好多移咗去英國嘅或者諗住去嘅香港朋友咧，都覺得係唔會影響佢哋。嗱，呢個咧係你自己單方面認為，嗱你個判斷咧係有你個邏輯啊，但係係咪會成為事實咧？咁啊有待分曉啦。因為別人即係人哋個政府有人哋嘅諗法啦。呢一啲叫做 interpretation 啦，你點樣演繹一啲法規法律嘅嘢咧？其實隨住
過去呢幾年啦，我自己見到好多事情發生啦嚇，無論喺香港喺外國啦，即係特別喺香港啦，其實你就見到哇，原來呢啲所謂寫咗上去嘅嘢咧，都有好多彈性啊嚇，即係你以為係一條 law 寫咗喺度，譬如不可以隨地拋垃圾咁樣樣，咁佢唔可以寫1000個字喺一塊牌度噶嘛，咁可能大隻字寫住不可以或者隨地拋垃圾咁樣樣，最多加2隻字嘅啫嚇，咁啊咩重罰咁啦嚇。但係如果真係執行起上嚟咧，又會有個 interpretation 啊，即係話究竟咩為之垃圾咧？咁可能有一輪又俾你拗一輪啦嚇。佢唔係跌咗嚿垃圾喎，跌咗10蚊，咁佢跌咗一沓10蚊紙咁樣，算唔算係垃圾咧嚇？使唔使要罰款咧咁？咁如果你話誒啲明明垃圾嚟㗎，我幫佢拎走咗掉咗落我屋企個垃圾桶啫嘛，咁你當我偷錢啊咁又得？即係我唔係話得 as of 呢樣嘢係可以咁做啦，但係你有咁嘅 argument，你可以咁樣即係爭論呢件事啦。咁然之後，我講翻頭先5年變10年嗰度咧，其實應該咧，佢已經講明咧 BNO 即係英國呢個 BNO 呢個 visa 其實係一個例外。當時做出呢個 program 咧係為咗回應翻一個中國某啲即係改變啦，係對香港人。咁英國人就出嚟咧就話啊，我哋就要為咗保護翻香港嘅某啲權益啊，blah blah blah 咁樣樣啦。咁所以咧 suppose 咧就唔影響嘅嚇。咁但係 again 即係我嘅諗法。暫時咧我都未知會唔會成為事實啊，因為即係英國嗰邊究竟最後個政府點樣做咧？咁佢實有佢嘅原因啊。任何政府做嘢都有佢嘅原因㗎啦嚇。我成日都講，你係咪可以接受到？你係咪會受惠到？你係咪會受到損失？或者你係咪會了解到咧？呢啲啊完全係我哋做市民嘅問題，就唔係政府嘅問題啦，係咪？好啦，咁啊講翻20年。咁點解今日同你哋講5年變20年咁 urgent 咧？哇！你冇聽錯，5年變20年咧。咁其實呢件事咧就好多即係夾雜住好多原因啊。咁一陣間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啦嚇。咁啊，睇下冇朋友仔入嚟先，見到啊呢個隻豬 ，hello 隻豬即係我鐵粉嚟㗎。跟住仲有呢個 Jimmy 葉又係鐵粉啦，hello。仲有呢個 Kitsito 7259，hello，呢個好似未見過你個名啊。阿隻豬話：就算移民政策唔收緊，佢哋執政黨都搞到個環境冇法預測。嗱，你用呢幾個字無法預測咧，我都真係覺得不能夠再揾到更好嘅更貼切嘅字。因為點解咧？不能夠預測呢樣嘢咧，就代表咧其實係隨時因為你開即係好似一個 wild card 咁，佢究竟係開大定開細咧嚇？你真係估佢唔到噶嚇。咁我成日都講就係話，我哋澳視環球咁多年嚟保住一個宗旨咧，就係話咧，我哋成日都講咧，全世界每一個國家每個地區咧都好，亦都唔好，因為點解咧？冇一個 program 或者冇一個國家咧係好晒噶嘛，實有佢啲唔好處噶嘛，咁亦都冇一個衰晒啊嘛，梗有啲好處啊，係嘛？咁所以咧，既然我哋去到有機會去選擇嘅時候，我哋梗係 maximize 我哋嘅選擇啦嚇。咁呢個叫做我哋嘅 optionality 啦嚇，如果有咁嘅選擇，梗係最好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呢啲選擇咧，大家過去我哋就算喺策略王電視都傾咗幾年啦。呢幾年入邊，你都見證到我哋講嘅嘢咧，就係話呢啲所有嘅移民政策都係隨時會變啦，同埋每一次變咧，佢只會越嚟越嚴、越嚟越貴，同埋越嚟越難嘅。咁亦都係我講呢幾個論點啊，梗係講中晒啦。咁亦都唔係話哇你咁叻，完全唔係，呢啲係邏輯嚟嘅啫嚇。因為每一個政府咧都係要保護自己嘅人民，自己嘅人民要投票俾佢，佢梗係要買你歡心啦，係嘛？咁但係你喺外面嚟嘅人未有耐攞到護照，未有耐可以投票啦，咁佢梗係使鬼理你咩嚇？佢梗係要即係去 secure 咗佢自己嘅國民、自己嘅人民嘅心先啦，係嘛？咁你第日再連任嘅時候，你都想啲人出嚟繼續投你票噶嘛，係嘛？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啦，嗱，而家呢一個20年嗰度咧，其實嗰個問題咧，就係去翻我哋之前好多集都講過嚇。咁啊，今日咧，我即係既然就即係其實次次講開英國都係特別多人睇嘅，咁啊，大家可以入嚟即係大家分享一下 share 下啦。我發覺呢個節目咧係有啲係直頭喺英國，因為呢啲時間咧4點即係嗰邊係幾多點啊？10點9點啦嚇。咁我諗都係大家有機會可以follow 去睇下啦嚇。
唔係喎，唔係7個鐘，而家冬天咪6個鐘啊嚇，即係而家我哋4點3，即係佢哋10點3係啦。咁啊有啲現場可能喺英國嘅朋友可以即係實地嘅爆料啦，同我哋 share 一下佢哋嘅諗法啦。我今日有個朋友喺日本咧，好笑，我哋有個 group chat 咧，咁啊其他啲朋友仔就問佢：喂，你可唔可以日本喺東京嘅直頭爆料？日本而家啲人咪上街度示威定唔知咩咁啊？咁我諗起，如果你而家咁啱喺英國嘅，咁啊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咁 intolerable 咧，即係對於呢個移民嘅問題嚇，咁啊因為繼續升溫啊，即係啲人咧對呢個移民嗰個 anti 嗰個情緒咧好嚴重啊，咁當然你話你哋即係如果係再要分細啲嘅，佢就話移民咧，佢淨係代表某啲人，即係譬如佢係嗰啲非法移民啊、難民啊嚟攞福利啊，完全唔做嘢啊、冇報稅啊，對個社會有不良影響嗰啲，佢先至受到人哋嘅唔係幾好嘅嘅評價或者一啲即係反佢哋嘅情況啦咁。咁但係人哋冇分到咁細噶嘛，人哋講就係講移民，佢 anti 就係佢唔接受到反對就係反對移民啦。移民佢唔會話喂你帶住呢一個香港嘅叫咩 I Love Hong Kong 嗰頂帽，或者帶嗰件 T-shirt 寫住 I Love Hong Kong 咁啊，當你係香港人咁啊 BNO Visa 行左邊另外嗰啲行右邊咁有事嘅時候咧就我哋淨係針對某啲人啫，唔係針對我哋 focus 某啲人啊，其他你BNO Visa 香港人嗰啲就冇事啦咁，絕對唔會嚇咁啊。總之佢見到你唔係佢自己人個樣咁啊，如果喺街上面有衝突或者任何情況咧，其實佢都會識得保護翻自己嗰邊嘅人啊，係咪先？咁所以而家佢個意思就係話，因為出面嚟嘅人攞福利嘅人實在太多啦，咁啊嗰啲人搭船嚟嘅，仲要咧係喺度住酒店，你又俾埋酒店去住，又有食宿咁啊跟住咧仲要係有埋 security， 有埋警察保護佢哋，係咪好誇張啊？即係雖然我哋即係以前啦英國即係而家就梗係經濟唔係幾好啦，即係英國經濟好嘅時候啊，大把錢有乜所謂啦？我就招呼下出面啲人，咁同埋好多國家即係老實講。美國都係一個移民大國啦，加拿大又移民大國啦。點解呢？即係可能佢本身嘅人口唔係好多，咁人口少有人口少嘅好處啦。咁香港都700幾萬人，新加坡500幾萬人，但係啲人嘅生活呢，我哋本來都係算係好好啦。老實講下，咁啊新加坡唔使講添啦嚇。咁啊但係呢，咁啊隨住我哋呢邊啦，最近呢幾年隨住咁多轉變，大家都見到啦，失業率高咗啦，啲人一街都係吉鋪啦，結業潮係咁湧現啦，各方面呢啲問題發生嚇。咁啊點解有呢啲問題咧？其實你離唔開咧係個社會嘅轉變㗎嚇，唔係話因為突然間啲人衰啊，突然間啲人做生意咧蠢咗啊，或者突然間咧有啲咩情況，好多時係因為外面嘅原因咧，令到你個當地嘅政策、當地嘅生活、當地嘅文化受到衝擊，而造成呢一啲不良嘅後果嚇。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咧係即係。我而家講嘅嘢，大家真係意會到啦。咁啊，當然香港都係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啦嚇。咁啊，但係我哋又未至於話反移民潮，我好似未見到咁誇張話真係反呢一樣嘢啦嚇。咁啊但係咧就政府都係收緊㗎。你見到因為嗰啲有好多人造假各方面嗰啲啦，咁啊梗係即係或者你嚟咗對個社會冇貢獻冇福利咁啊，梗係收緊都應該嘅係咪先？咁你攞咗資源，但係即係大把錢嘅時候，分啲出嚟冇所謂。咁你自己啲人都有失業率又會又真係歷史高位啊，樓價又係雖然話而家上翻少少啊，咁啊但係好多負資產又係好似疫情啊沙士之後高位啊咁，跟住仲有啲咩結業潮啊，咪結業潮嗰啲即係直頭我諗係97年之後高位啊咁各方面啦嚇。咁啊，所以咧就呢啲原因，你望下香港，其實你再望下英國都一樣嘅，就係佢見到當地嗰啲環境咁差，咁多問題，咁其實佢梗係覺得就係因為你外面啲人嚟咗啊，攞晒啲資源啊，攞晒啲福利啊，但係又冇貢獻，咁所以佢咪會話以前嘅所謂難民嚟到，就算你唔使做嘢，唔使乜都唔使，只要你 approve 咗，你係嗰個叫做咩阿沙林嗰個叫咩嗰個叫庇護政治庇護咧。其實佢已經會俾個身份你，咁你咧就5年之後住滿就攞永居。但係佢而家呢個新嘅做法，簡直咧就係佢唔係因為要將來或者而家已經喺度嘅人將個門檻提升，佢係唔想你外面嘅人再嚟咁多。即係如果係嗰啲全心係諗住嚟英國攞福利啊，即係最好有人養埋佢啊，即係最好係佢咩都唔使做，你就供養埋佢。嗰啲人咧，佢就幫你咧閂定對門，即係話咧而家咧你要喺度咧每2年續簽一次啊！就算你攞到難民身份，你搭隻艇嚟，
但係咧，你2年之後咧，你係咪滿足到香港英國政府嘅要求咧？即係佢會有個指標啦，就係話你英文程度係點咧？你喺個社會度有冇工作咧？有冇收入？有冇打稅咧？或者各方面咧？咁佢會有一大堆嘢列出嚟。咁你以前就難民，總之住夠5年就已經可以去攞身份啦。咁啊，其實就變咗好多人咧，其實佢嚟到係攞福利，攞完福利之後仲攞埋永居，咁攞埋永居之後咧，又可能申請攞埋入籍，入埋籍之後申請埋其他啲人嚟，咁咪變咗即係都係嗰句啦。屋企大把錢嘅時候，真係揈錢都揈唔切啦。咁但係而家環境唔好，咁啊慳啲使。咁啊，梗係唔會慳自己人啲錢先啦。佢梗係照顧咗英國人先。咁佢覺得你外面嚟嗰啲人就係搶晒佢啲資源，咁所以政府就要出嚟做啲嘢。其實呢啲咧做出嚟都係即係好睇咯，咪拉票啦都係咁啊，多啲民心咁解嘅啫嚇。睇下呢個Jimmy Eva 都有啲意見啊。呢幾年世界各地嘅局勢都不停地出現大變化，政策有滯後性都唔出奇。咁你呢個政策滯後咧係正常啊，你好難咧係話啲事情未發生之前你就可以，即係你罪案你嗰啲人未犯罪之前，你即係點講咧？唔係咁應該咁講，罪案你就係即係警察就係你犯咗法佢先拉你，佢唔會係預防你未犯法之前拉你噶嘛。但係好多嘢咧，其實你可以做出嚟提高一啲警惕啦，即係譬如話詐騙呢啲情況，以前未有咁嚴重嘅時候，就算有啲來電啊，你都會聽嘅，唔識嗰啲都會聽或者係3字頭嗰啲電話你都會聽。而家你根本咧係嗰個防範性高咗好多啦，所有你唔識嘅電話你根本唔會聽。如果你講話頭先政策有滯後嗰啲咧，就係話因為政府都冇諗過你外面嚟嗰啲人會造成幾大，或者佢預計咗，但係錯咗，咁你計數都會錯嘅，你又好難話政府會完全冇錯嘅，我覺得係嘛？你諗下，你買嗰啲咁嘅政府嗰啲咩bottle water 都會錯啦，係咪？都會有啲咁樣嘅假水啊、冒牌水啊呢啲情況發生啦嚇。即係你好難 expect 佢100%，我覺得嚇。好啦，咁而家你出現咗問題啦，咁佢咪開始喺度即係揾翻究竟點樣去解決咧嚇？即係最少佢都肯去喐手去處理呢啲問題先啦嚇。但係你無論你英國係即係講到話而家又點樣生活差啊，點樣又失業啊，又點樣即係嗰個政治唔穩定啊，blah blah blah啦。其實佢仲係中國人啦，第一號就係移民，即係中國人嘅移民夢啊，中國夢其實就係移民去美國。第二咧就係移民去英國，咁呢個夢咧就係好神奇。我覺得第3就係香港啊，或者係即係順次序咁啊，1、2、3啊，咁英國、美國美國、英國、香港或者3樣攞晒最好啦嚇。咁所以其實香港人就着數啦，咁你就咩都唔使做，可能都已經3個都有啦嚇，或者有2個啦其中。咁所以你要諗下就係話而家英國呢度咧，佢哋就係覺得，哇！你嗰啲人嚟，如果你個個好似嗰啲即係 crypto 之前嗰幾單嘢咁，去拉一個嗰啲咁樣嘅唔係富豪，即係佢哋係富豪啦，但係呢啲當然係做壞事嘅壞人啦嚇。哇！佢拉一個就有唔知幾多百個億嘅 crypto，佢拉咗佢就梗係政府納咗啲錢啦嚇。我唔知佢有冇分翻俾中國政府，應該都冇噶啦嚇。咁你又有幾百億噶咯喎喺個庫房度，咪可以分翻啲出嚟啦，幫助下嗰啲露宿者啦嚇。而家又冬天咁慘咁，橫掂嗰啲壞人嘅錢咁佢梗覺得係我呢邊拉到一次就我噶啦，梗唔會俾翻你啦咁。我呢啲係政府同政府階層嘅嘢，我哋呢啲市民梗係唔知啦嚇。即係我意思即係你冇乜 no say 啊，簡直係。咁好啦，咁你諗下啦，其他嗰啲搭架艇仔嚟嗰啲，哇有啲咩救濟金啊，或者係助學金啊，或者有啲乜嘢補助啊，或者咩津貼啊，佢全部攞晒咧，咁咪變咗你本土嘅英國人咪覺得好唔條氣好唔順咯。同埋我亦都即係睇咗好多咧，點解會話搞到咁要去到20年咧，同埋仲要每2年 review 一次咧？佢就係基本上佢唔想再俾永居你，即係佢會覺得如果你嚟係因為太容易啦，住滿5年有永居，嗰5年又唔使點做嘢，咁5年攞咗永居之後仲可以再攞咗護照，跟住咧就可以再叫埋啲屋企人嚟。咁又係全家人全部都唔做嘢，咁基本上咧就會係造成個社會一個好大嘅負擔啦嚇。咁你本雖然英國都係稅重，但係佢個福利都唔差噶嘛。咁變咗佢政府又要係咁不停咁就揞啲錢出嚟。咁但係你新嚟嗰啲人咧又唔做嘢又唔打稅，咁政府係咪話大佬你 balance 唔到佢都好辛苦噶嘛？我又覺得即係某程度上你又可以理解佢點解會咁樣做。即係佢講到20年，你諗下一個人有幾多個20年咧？即係如果你坐隻船嚟嘅時候，啱啱讀完大學25歲，
喂大佬啊，你嗰個讀20年之後，你都45歲啦。咁通常即係一個人個 prime time 就我覺得通常啦，prime time 即係假設你有讀大學啦，就係廿幾歲至到40幾歲啦嚇。嗰段時間你都打穩晒基礎，咁咪你創業我諗廿幾歲創業比較少啦嚇，而家可能多啲，因為咩都 digital 啦嚇。咁通常係30零至40，咁啊有機會有啲人出嚟創業啦。40之後係最多人創業嘅，通常啊40幾歲，因為你已經由大學畢業至到40有10幾年嘅時間咧，累積咗一個人際網絡啦、關係咧、經驗啦、本錢啦各方面啦。咁你40後，你可能就會出嚟開始試下創業啦。咁你做到可能10年，你都已經揾夠錢退休啦，或者10幾年咁啊退休啦，差唔多60你都退休啦。人就係即係個 cycle 係咁啦。咁但係咧問題，佢而家要你等20年，你嗰20年係一路都唔知你幾時可以攞到永居，一路都唔知幾時會唔會俾人拚走，亦都唔知你幾時入到籍喎。咁所以咧，我諗咧嚟緊咧嗰個問題咧係會令到真係少咗人咧係會去諗住去英國咧攞政治庇護，應該係會少咗。即係你辣得咁緊要嚇。咁但係你問我呢樣嘢會唔會對香港 BNO Visa 或者移英港人有影響咧？如果你就咁字面咁睇咧，好即係當然我唔係律師啦，但係即係字面咁睇啦，呢樣嘢就唔影響嘅，因為佢 specifically 咧就係講嗰啲難民你需要攞政治庇護嗰啲難民嘅啫。咁應該 BNO Visa 係另一條隊嚟嘅嚇，咁啊大家唔使即係如果你係面對呢個問題嘅話咧，亦都唔使太 stressed out 嘅，因為應該就係另一條隊，唔關你事嘅嚇。不過咁我嚟緊一陣間就。而家 right away 就會講意大利啦嚇，點解咧？因為既然如果你都去咗英國一段時間，咁譬如而家你話就算5+1你都覺得好耐，而家仲要變咗10，即係10+1，你都唔想等啦。咁或者你覺得哇，你今次改得做5+1變10+1，會唔會再過多2年又係咁變20年咧？20+1咧，你唔知嘅喎。即係我覺得或者我就咁睇平時即係嘅邏輯應該就唔會嘅。不過個世界變得咁快，我都唔知即係大家去點樣去 predict 係嘛呢啲嘢？咁所以咧，我覺得意大利咧，唔係因為佢唔使，即係唔係因為佢係喺歐洲，或者淨係因為佢係歐盟，而係香港人咧就好多中意。即係如果你講歐洲啦，最中意咧一定第一位中意英國啦，第二位都係法國，第3都係意大利㗎啦嚇，都唔會點錯。因為咧呢一個通常你去歐洲旅行咧，第一次你跟團就冇得講啦，跟團可以一次去3個地方、5個、7個、10個、10幾個都得。咁啊唔同價錢、唔同時間啦。咁啊香港人去歐遊都已經幾廿年啦，成日都好多人去㗎啦嚇。咁你問我自己咧，唔中意跟團嗰啲人啦，通常第一次去歐洲咧，你一定係法國、意大利冇走雞㗎啦，最多人中意去㗎嚇。咁啊，或者英國、法國或者淨係英國，一定係呢幾個啦嚇。咁意大利咧，香港人都好熟悉㗎，因為香港好多意大利人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食餐廳或者咖啡，大家都熟悉㗎啦，cappuccino 啊、latte 嗰啲咁啊，佢嘅咖啡文化啦，或者你去街上面，咁你當然 Starbucks 啊、Pacific Coffee 嗰啲咧，其實就係美國嘅公司嚟嘅嚇，美國嘅咖啡。咁但係即係原本嘅意大利嘅 cappuccino 啊嗰啲咁嘅嘢，當然係佢哋嘅 tradition 啦嚇。咁意大利其他好多嘢香港都好，即係香港人好中意嘅，譬如時裝啦、化妝品啦、護膚品啦、luxurious product 啦、啲高端嘅奢侈品啊嗰啲咁啊、藝術品啦、音樂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傳統音樂嘅或者古典音樂，好似我自己咁啊，你讀古典音樂嗰啲人，其實你一定會係識少少意大利文啊嚇，因為其實佢就係文化嘅起源啦，文化就係即係嗰個go back to 即係 medieval 中世紀嘅時期啊，Michelangelo 嗰啲咁嘅時期啊咁樣樣，都係全部嘢個文化起源其實都係意大利㗎嚇。咁啊當然我哋講翻中世紀好多世紀之前嘅事啦。咁佢哋即係當時都未有香港添啦，係嘛？咁但係問題咧，而家香港就梗係即係你話咁香港就個別一個係即係我諗5000年一遇嘅5000年一遇嘅一個 hybrid 嘅無端端出咗個咁嘅東方之珠出嚟。咁就有好多冇人諗到嘅成就啦，當然嚇，即係我哋全球排第一嘅嘢非常之多嚇。咁anyways 咁唔係講香港啦，咁講翻意大利嗰度，我點解話係一個好嘅選擇咧？其實就係如果你中意英國咁，但係無奈而家個情況咁唔穩定，咁你想可能係即係歐陸情懷啲，咁又係即係你中意嘅地方咁。橫掂你都要住嘅嗱，講明先。如果你唔想話坐滿移民監先有機會攞永居咧，
暫時咧都係得葡萄牙嘅啫嚇。你哪怕去希臘，哪怕去塞浦路斯啊、意大利咧，你要去攞佢嗰個永居咧，其實都要住滿5年啊，或者7年啊，或者10年嘅嚇。咁啊呢啲咧通常度度都係嘅，咁香港都7年啦，係咪？咁啊3、5、7年咧，度度都如是㗎啦。唯獨是葡萄牙咧，暫時都仲可以住滿呢一個每一年住滿7日啊。即係加埋咁就35日就可以啦嚇。不過佢而家入籍嗰度都講要10年嚇。好啦，咁咧就講翻呢個意大利先，佢都係啦。我話佢最抵玩嗰個位咧，就係因為只要你願意嗱，譬如你係諗住你係想攞英籍嘅，你係諗住5年咧就攞到永居，咁啊而家可能變10年啦。咁哪怕你話唔驚佢變10年嘅，你繼續等咁啊唔緊要啦。但係你諗住搬啊，嗱我唔等啦，我唔中意啦，我直頭搬到第二度，但係想繼續喺歐洲嘅話咧，而你個 budget 咧唔係特別超高咧，其實選擇都係好少嘅啫。如果你講緊最平都係希臘。因為25萬歐咧，你就可以入場，佢就係有一啲房地產嘅嘢啦嚇，就係嗰啲叫商變住，從商業用途轉做住宅用途嘅一啲 project，嗰啲咧就係25萬，咁當然我哋可以幫到你做啦。咁另一啲咧就係喺意大利，佢咧25萬咧就唔係買房地產啦，就係做呢一個 SUV 呢個 start-up project。咁呢啲我哋咧當然都可以幫你做啦嚇。咁啊佢有幾隻嘅，咁啊其他貴啲我陣間先講啦嚇。不過最平我覺得即係如果係你唔想攞咁多錢出嚟嘅25萬嘅，咁你做個 SUV 咯，我覺得都 OK 嘅，我覺得嚇，即係唔係太即係25萬幾多錢啦，即係圍到200萬港紙度，25萬港紙度啦嚇。咁如果你話你想攞多啲錢出嚟嘅，你唔計攞多啲錢出嚟嘅，其實可以啦。做一個投資，咁啊投資移民咧就50萬，咁佢就係俾你投落啲意大利嘅公司啦，上市或者唔係上市公司都可以啦嚇。咁即係有機會賺錢嘅，因為老實講嗱，其實你自己做 startup 又有機會賺錢，你投落去一間當地嘅公司，我唔知啊嚇，即係有啲咩機會賺錢，可能你投落去即係佢如果講上市咁啊 Prada 啊嗰啲咁樣都有機會嘅嚇。咁啊，另外咧就係譬如係你再想話唔介意喎，再攞多少少錢出嚟咧，100萬咧做捐贈都可以嘅嚇。咁我諗就冇乜人會攞100萬啦，因為咧其實都冇乜特別好處嘅嚇。甚至乎咧佢有一個係200萬啊，200萬呢個咧就係可以買政府嗰個債券啊。咁即係算啦，我哋即係 realistic 啲，實際嘅話咧，其實就應該係揀呢一個平平地25萬嘅叫做startup 嗰度嚇。startup 其實真係我哋要即係有少少要幫手嘅，因為點解咧？佢唔係話咩 project 咧，佢都俾你做㗎嚇。咁當然呢啲你揾翻專人啦，幫你睇下究竟你個 CV 係適合做啲乜嘢啦。佢又唔係隨便話俾你，你話我自己去做個科研做啲香港已經有嘅 pattern，我攞過嗰邊，或者我喺嗰邊做一啲新嘅護膚品啊、化妝品啊、性啊咁就得㗎。佢係有即係要register 嘅，即係佢有啲係你要喺當地有啲要求，佢先至俾你去係唔係接受你呢一樣 startup 嘅 business 咧嚇。咁凡係做 startup 嘅嘢咧，即係初創嘅嘢咧，基本上咧，譬如加拿大之前有推過啦，葡萄牙又入啦，好多唔同嘅國家咧都有推出嚟嘅。咁其實佢通常咧嗰條數都咁計㗎啦，佢望下成即係好似你自己做生意都會啦，或者我自己咁，我都會望下呢間公司收10萬蚊服務費，呢間5萬，呢間8萬，呢間咧6、7萬。咁你又諗下你自己嘅定位我同人哋係差唔多，唔係喎，我好多，我勁好多喎，我可以收20萬喎，咁定係話喂我真係差好遠喎，人哋200年歷史喎咁我係咪可能人哋收咁多，我收5萬算啦咁一樣啦。咁呢個意大利政府咧，佢就見到咧，其實成個歐洲咧，歐盟入邊嘅國家咧，如果係講投資通常 around 咧都係50至100萬嘅。如果你係講最平嘅，即係25萬至50萬咧，就係剩翻呢一個 Cyprus 啊、希臘啊、馬耳他呢啲只係可以攞到永居嘅啫嚇。咁當然即係雖然你話永居啦，咁頭先我個 title 係講可以即係入籍嘅話咧，其實咧就係話原本咧你即係 enroll 嘅時候咧，呢個係黃金簽證咧就俾你去攞永居嘅啫。不過如果你住滿10年咧，就有機會咧考埋意大利文咧，都係有機會咧係攞呢個意大利嘅護照㗎嚇。咁意大利咧都有好多好處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講就業啦，因為佢
始終個文化個底咁厚啦嚇，咁啊如果你話喺翻飲食咧，香港亦都係頭先提到啦，好多人都好意大利嗰個飲食嘅行業都比較大啦嚇，咁啊仲有好多即係旅遊啊各方面嘅嘢啦嚇，咁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攞25萬。即係我諗圍到港紙250萬到，咁啊可以搬去住啦。咁你都真係橫掂係想離開英國嘅，或者你本來係諗住離開香港，但係又唔知搬去邊度，而你個預算又唔係太多嘅話咧，你又想有一個歐洲嘅生活啦，有個歐洲嘅文化啦，咁其實咧即係如果你個 range 啊頭先講係200-300萬港紙嘅話咧，咁其實你揀來揀去都係希臘啦。Cyprus 就要30萬，即係300萬港紙度啦，同埋呢一個意大利啊，都係呢個 range 嘅。咁啊佢冇乜特別要求㗎嚇，即係如果你話希臘嗰啲仲加唔使咩要求，因為又唔使揾人寫咩 proposal 啊，又唔使睇你個 CV 啊，因為咧買房地產買基金，凡係用錢買即係就咁買嗰啲係最容易最好嘅。點解咧？佢冇乜特別要求啊，對你個背景啊，唔使要大學畢業啊，又唔使要有個幾多年嘅行政經驗啊，幾多年嘅生意嘅經驗啊，幾多年嘅投資經驗啊，乜都冇㗎嚇。同埋你可以帶埋家人啦，18歲以下嘅 spouse 嘅細路仔啦，咁啊帶埋你屋企人啦，咁係啦，咁啊意大利嗰個你話考意大利文係咪好難咧？咁我諗好容易過考希臘文咯嚇。咁當然我兩樣都唔識啦，但係即係你話就咁喺個手機度你 download 個 app 嚟。如果你真係勤力嘅，一日學一個字咁都有365個字一日啊，咁你個詞彙都唔係太差嚇。咁啊，如果你每一日抽10分鐘去學下意大利文啊，咁啊去到或者直頭喺當地融入生活，我見到意大利有好多地方好靚得好平，即係講緊即係我講我睇電視咧 Florence 啊 Tuscany 嗰啲地方真係好靚。即係可能你買個酒莊，我見到佢有啲班咧專係教整意大利菜。嗱呢個係睇電影啊，我冇實地考察過，我唔知啊。咁即係如果第日有機會啊，去做一個實地考察嘅開心啦。咁其實咧入邊讀個烹飪班，咪學下整意大利菜，咁啊可能遲啲開間意大利餐廳，咁啊跟住專係做一啲東南亞歐洲團啊、香港團啊，咁咧即過一個唔同嘅生活。咁其實即係因為我都最近見到好多，點解我其實即係講翻轉頭，點解我會做個即係叫做 Energy Boost 啊，一個 Never Too Late 呢個咁嘅音樂會啦嚇，叫做以歌會友啊咁樣樣啦。其實真係好大原因啦，就係見到過去呢1-2年啦，哇！即係香港嗰個sentiment overall 嘅 sentiment 係越嚟越差。即係我自己有啲朋友係本來做得好好嘅，你都見到佢係咁包括我自己公司咧，其實你係見到係難咗好，即係嗰個。競爭係大咗啦，你要可能用10倍嘅，你要付出10倍嘅 energy 10倍嘅時間啦，你先要揾翻你以前嗰個 level 嘅生活啦嚇，因為你個生活成本冇跌到你想維持個生活質素，但係嗰個整體成個世界嗰個經濟嗰個環境個氣候係差咗，呢個你冇辦法係大圍或者唔係淨係外圍，即係大圍都係咁樣樣啊嘛。咁所以即係只係慶幸啦，我唔係話啱啱大學畢業啊，或者啱啱中學畢業嗰啲仲難啦，你冇個底啊嘛嚇。即係譬如你去到咁上下年紀，去到咁上下有咁上下社會經驗，其實即係有少少錢咁，其實嘅話，你去意大利啊，頭先我講希臘啊、塞浦路斯啲地方，佢嗰個生活成本都係低㗎嚇，即係或者好似就算葡萄牙，咁當然你要揀你去巴黎嗰啲梗係貴啦，你倫敦嗰啲梗係貴啦嚇，咁但係呢啲國家好大㗎嘛，你去遠啲，即係頭先我講你 Tuscany 嗰啲咁樣樣，其實佢都好靚，啲風景真係如詩如畫㗎喎嚇。咁你希臘你要住去到去呢個首都梗係貴啲啦，你去啲遠啲嘅地方啊，啲島嗰啲，不過有啲咧，我知道啲咩好似嗰個叫咩我唔出個名，即係總之佢只有啲新嘅旅遊區，成個島都係做旅遊嘅，哇！嗰啲真係咩 Mykonos 定咩咧？唔記得咗，因為Mykonos 係咪叫做唔記得咗？即係喺希臘嘅一個成個島都係做啲好似即係特別係做翻歐洲人生意嚇。咁其實呢啲地方咧，咁你咪可以過一個好啲或者提早退休嘅生活咯。即係我想睇電視睇電影，我覺得都幾爽嘅。即係你係咪真係要同佢糾纏5年、糾纏10年？即係譬如喺英國咁，仲要咁樣嘅氣候咁樣嘅溫度，然之後去咁當然咧 provider 你唔係有細路仔，你諗住有英式教育啊、免費教育嗰啲福利嗰啲冇得計啦嚇。咁但係你都見到而家個 trend 啦，即係基本上。
以前咧，你可能咧，你我講3-4個朋友啦嚇，3-4個朋友入邊一齊去食飯，咁通常譬如你即係4個入邊，可能有1個係冇結婚冇細路仔，或者未結婚未有細路仔咁啦嚇，其他啲可能結咗婚有細路仔。哇！你而家個 trend 咧已經去到咧最多有1個係結咗婚有細路仔，其他3個係冇嘅嚇，即係可能都係或者係結咗婚不過離咗婚咁，但係都係冇細路仔咁樣樣。係嗰個 trend 係我諗呢幾年咧，尤其是疫情之後咧，係明顯係變咗嘅嚇。咁如果你係冇特別嘅負擔啊，你又想過一個新嘅生活，無論你已經喺英國或者本來喺香港諗住去英國㗎啦，咁其實咧，我覺得意大利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嚇。咁啊，至於咧，你話頭先仲有講啲咩好處咧？係啦，佢係有呢個佢係歐盟啦，同埋申根嘅成員國啦。就算你未攞到個永居，只要你攞到佢嘅居留簽證啦，其實你已經可以成個歐盟咧係即係自由出入噶嘛。咁當然你可以話我使鬼要你嗰個居留卡咩？我香港本護照同埋呢一個 BNO 護照啊，都係成個歐盟都自由出入噶啦。咁但係唔係個個好似你咁噶嘛？我而家發現咧，好多人睇我嘅節目嗰啲咧，其實咧係翻牆睇啊！即係我咧係好多謝嗰啲朋友啦，我又即係我覺得嗰啲都識聽廣東話，就算唔識啦，即係佢哋叫香港話，我都真係好神奇啊！咁啊即係你唔識睇簡筆，唔識睇繁體字或者唔識呢個香港話都好啦，佢哋咧都係有辦法咧去即係睇，因為你 YouTube 有個翻譯有嗰個字幕噶嘛，佢自己撳出嚟，咁佢自己會彈出嚟啦嚇。或者啲海外嘅華人咧，其實咧我有發現咧有睇我節目嘅，因為係即係通過呢啲節目咧，佢哋會揾到我哋公司啦，咁我哋就即係非常之privilege 啦，有機會去服務呢一啲咁樣嘅客戶啦嚇。咁啊，所以我諗嚟緊，我盡量抽啲時間講下啲唔同嘅歐洲嘅國家。我其實好想講啲細啲嘅，不過我知你哋咧即係冇興，即係香港人係即係唔即係點講，即係唔啱，即係唔係好 appealing 咯嚇，唔好 sexy，唔好 appealing。即係譬如好似我想講 Slovenia 啊、Latvia 嗰啲啦，即係大家即係聽都未聽過嗰啲名，但係其實嗰啲地方都唔係差，或者再平啲，但係都係歐盟嘅 Croatia 呢啲，其實都唔係差㗎嚇。即係不過你會覺得即係好似我去到波蘭咁一落機，我覺得喂，點解呢度好似即係同你一落機係你喺巴黎一行出去個城市啊嘛，即係哇咁樣啦嚇，即係近咗咁。但係你可能你去到一啲即係東歐嘅國家啊咁即係去捷克啊呢啲地方，你一去到即係喺個機場出咗去啦，咁啊1個鐘頭的士或者1個鐘頭地鐵出到去城市，你都會覺得哇呢度好似咁唔同嘅，咁特別嘅，咁即係嚇即係係唔同咯嚇。咁但係都有好多好處嘅嚇。咁即係如果你係想揾一個 affordable 嘅 program 嚇，即係而家成日都講啦，你 3 is 2 2 is 1 1 is none，即係你有3本護照，其實等於2本，2本等於1本，1本咧 is none，即係等於冇㗎啦嚇。即係我都講咗好多次，即係後備身份、後備居所，然之後做稅務規劃，全球呢一個政府咧都缺水，佢全部咧都係想揾翻呢啲以前即係漏稅啊，或者以前你爭佢錢冇俾啊，嗰啲個個都揾你㗎啦嚇，即係遲定早嘅啫。咁我哋要盡量揾辦法咧，就係即係揾專人啦，即係好似我哋咁啦，同你咧真係即係話是齋，你可能使1000幾百咁啊，抽個時間傾下偈，咁啊幫你度出一個藍圖，然之後你一步一步咧幫你做到有呢一個 mobility 啦，全球自由流動啦，同埋有呢一個asset protection 啦、資產啦，同埋你個人啦、家人嘅一啲保障嘅嚇。咁 anyways 啦，講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嚇。咁我哋下星期等陣先啊，下星期好似要做呢個財息兼收啊，係咪先？Oh yes，下星期5啊25號咧就會做呢個財息兼收嘅嚇。咁4點15分同大家喺呢度再見 ，thank you，拜拜。